心裏感謝神，歌唱歸於聖父讚頌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歡欣心裏感謝神，歌唱歸於聖父讚頌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顯心印。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顯心印，讚美。歌唱歸於聖父讚頌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歡欣心裏感謝神，歌唱歸於聖父讚頌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，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顯心印。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，主的豐盛滿一生，皆因主手曾為我顯心印，讚美。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主真的愛你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
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手熱熱身，我哋先揈揈雙手30秒，讓我哋嘅手指同埋手腕放鬆一下。而家我哋做一個屈手腕嘅自我小測試。首先，雙手手指向下，手背貼住手背屈手腕15至30秒左右。如果手指有明顯嘅麻痹，表示你可能患有手腕管道綜合症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將兩掌嘅手指向上，合掌屈腕作為一個小測試，睇下手指有冇麻痹嘅情況。每日亦都可以多做呢個屈腕嘅動作，有效鬆筋通血。第三個動作，按摩手腕防阻塞。患有手腕管道綜合症嘅人士，可以嘗試多按摩手腕呢個位置，舒緩肌肉繃緊以及血液不流通而導致嘅手麻痹問題。按摩完右邊嘅手腕，我哋可以按摩埋左邊嘅手腕位置。
第四個動作，彈彈手指防僵硬，10隻手指先合上，再向外彈開作伸展。呢個彈手指嘅運動，我哋會做30次左右。多做呢個動作可以訓練手指嘅靈活度，同時預防指關節僵硬。第5個動作，接手指運動。先將10指向外張開，再將手指嘅第2指節向內接，最後將手指再向內接，包裹住整個嘅手掌。我哋會重複呢個動作3次。呢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哋預防手麻痹同埋彈弓手嘅問題。做呢一個運動嘅時候，我哋盡量將指關節收緊，貼合我哋嘅手掌。最後一次，我哋張開手指，手指向內接一下，再接多一下，慢慢張開手指休息。第6個動作，拉拉手腕，通經絡。我哋將右手向前伸出，掌尖向下。左手幫助右手向內壓，我哋會維持10秒左右。換另一邊，今次我哋將左手向前伸出，掌尖向下，右手幫助左手手掌向內壓。第7個動作，我哋會做屈伸手踭手腕。兩手掌合指，向身體兩側推開，手踭向內接，嘗試手指掂膊頭，再打開手臂。我哋會重複以上嘅動作10次。部分手麻痹嘅人士係由於前臂嘅肌肉過於緊張，多啲做呢個運動伸展，可以放鬆前臂嘅肌肉同手腕，對改善手麻痹有好大嘅幫助。最後，我哋按摩一下前臂鬆肌腱。首先，我哋伸直一手嘅手臂，另一隻手握成拳頭，喺前臂嘅位置前後以推壓嘅形式作按摩。我哋會來回推壓大約10次左右。換另一邊，同樣地伸直手臂，
另一隻手握成拳頭，喺前臂嘅位置前後，以推壓嘅形式作按摩。手麻痹嘅問題，除咗可以做以上嘅運動同埋按摩嚟預防同埋舒緩，大家亦都可以適度咁樣補充富含 B 群嘅全穀類食物，幫助神經修護。如果手麻痹嘅情況嚴重的話，大家記住要立即尋求醫生嘅幫助，揾出問題嘅原因，對症下藥。完成，希望大家都鍾意我。